好多人以為自己有拖延症，其實唔係。你唔係懶，你只係將起點設得太高，搞到自己根本行唔出第一步。今日我同你講一個心理學原理，叫滑梯效應。咩叫滑梯效應？就係當你將一件事嘅啟動阻力降到最低，滑落去之後，後續行動會好似滑梯咁順勢而下，根本停唔到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大腦最怕嘅唔係做嘢本身，而係對做嘢嘅想象。你一諗到要寫3000字，大腦立即啟動防禦機制，話你知太辛苦啦，下次先啦。但如果你只需要寫一句嘢，大腦會覺得咁簡單，根本嚟唔切防禦。而一旦你寫咗第一句神奇嘅嘢就發生，第二句自然出現，第三句、第四句接踵而至，因為你已經入咗狀態，大腦嘅運轉慣性會推住你行。呢個就係滑梯效應嘅威力。好多人拖延嘅根本原因唔係懶，係將起點設得太高。你想一次過做到完美，想要有成3個鐘先開工，想等靈感爆發先動筆，呢啲諗法睇落合理，實際上都係大腦設嘅障礙。我識個朋友想健身，上咗2年，辦咗3張卡都冇點去過。點解？因為佢每次都諗住要練個半鐘，光係呢個念頭已經令佢覺得好攰。後來佢只做一件事，換運動衫。結果佢而家已經堅持咗半年，體脂由28%跌到18%。你要明白，行動本身就係目的，你唔係為咗完成任務，而係為咗啟動大腦嘅運轉機制。一旦機制啟動，後面一切都會水到渠成。真正嘅高手從來唔等準備好，有時間有靈感，呢啲都係幻覺。佢哋只管先上車後補飛，唔求萬事俱備，只管先動起身，然後俾行動本身帶住佢哋往前衝。從今日開始，揾出你最想做但一直拖嘅嗰樣嘢，將起點降到最低，低到不能夠再低。關注 Jackie， 我專門幫你拆解行為背後嘅心理機制，將知識變成真正嘅行動力。